明星新股獲納入港股通，長炒長有定準備見頂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你哋有冇留意到蜜雪、古茗同布魯可近期大升呢？早排我喺專題都拆解過新股爆炒之謎。6月9號呢幾隻新股正式納入恒生綜合指數，拎到港股通入場券。北水可以買賣，點知消息一出，3隻股份即日大升，開市早段最多升超過7%至15%。自上市以嚟，3隻已經累升超過1.8倍，認真誇張啦，反映咗入港股通嘅憧憬。不過大家都要留意，後續會唔會有資金趁高位食糊？雖然可以獲北水買賣，但唔代表北水會長期追捧。好似中芯由之前嘅北水愛股，而家都變成北水棄股。持貨朋友要打醒12分精神啦！當資金回歸理性，市場都會睇翻基本面再部署。例如蜜雪上星期俾瑞銀降評級至沽售，話估值太高，所以呢3隻明星股後市可能會有唔少挑戰。我自問保守，認為未必可以長炒長有。你哋又點樣睇呢？不妨留言話知，記住下載 ACAT 換領我 Kobe 財智密碼嘅觀察名單，一齊瘋狂傾投資。